面对中国一日敢来扰乱，咱国军嘛做出反制。华防部就演练反定力作战，伫花莲的华人海堡放狗烟，规片海沙堡是蒙烟伞雾的暗坎地形。学者是分析讲，狗烟会当干扰中国的雷达，来影响解放军判断定力的地点。花莲第29透早5点外，发现海沙堡的景色和平常时无啥同。岸边开始有浓烟，佮一直对外口在探。才短几分钟，规个海岸线都拢是烟雾。民众透早出门，看到海边啊变做这型的，拢带一个。看见花莲有这么好的日出的赏景的地方，结果被这些演习这样把烟雾弹用在上面之后都看不到，大家早上都在骂。华防部花兵连今日于华人海堤实施年度基地训练建设，欲请国人继续支持国防、支持国军。中国最近几年是加强涉扰台湾东部海峡作战场的经营。华防部演练反定力作战，模拟中国军队想要来抢滩定力。国军是出动真侪台化学兵连 M56土动式涡轮发烟车，部署伫海沙堡透早开始发烟，规片海沙堡一个烟蓬蓬。国军用海提武器的战术，有效来干扰中国军队判断两侧定力的地点。从这个刚开始，这个敌方可能会使用这个精准武器对我们的这个陆地的部署进行打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我们的阵地实施掩蔽。然后接着就是说，如果说敌方他可能会这个持续要实施空击降的话，那对于这个或者是这个两栖登陆，我们也可以用来这个隐蔽这个两栖登陆的地点或者是空击降，例如说只要是机场嘛。过去汉光演习就会当看到国军演练发烟，学者分析放动烟唔但会当妨碍中国雷达的超吹，对因飞弹的发射不利，嘛会当用伫机场的反击杠用途真侪。恭请总统受接。真心体将官甲将旗下起嚟，总统赖清德29日府内主持9月份将官进任的授阶典礼，表达对进任将领的重视。这摆拢总有3个少将，1个中将进任。罗总统是肯定升起的中将的连志伟，推动今年期的义务役的改制，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我要感谢连将军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也相信投身新制训练的役男营，经过1年完整的多元训练，配合完善的后勤资源，可以达到实际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罗总统续免的时阵，嘛感谢到场的将官的家属的支持，让将官会当安心保家卫国，嘛勉励将官团结国军，变做国家上坚强的后盾。记者综合报道。